台北士林地方法院一个释出的前审判长洪控同指控讲骗色女法官，内部的调查审查了成立，法院今仔甲加害者送到法官评鉴委员会。若属审议成立，就会移送庭界法院，相当的处罚是互免除法官的职务。捌做法院发言人说明判刑理由，将士林地方法院审出的审判长伫法官论坛，互人公开涉嫌性骚扰新来女法官。案件入去法院的性骚扰审评会了后，即马结果嘛公布，士林地方法院21证实，审议认定申诉案成立。目前我们看到的证据是成立。法院发出书面声明，进行访谈调查，决议性骚扰成立，而已经依照审评会建议，已请法官评鉴委员会做个案的评鉴。若是经过审议了后，佫成立，安尼审查前审判长，恐惊会互人移送庭界法院。若是较轻呢，会判新界，相当会面临免除法官的职务。我们讲的这些性骚啊，或是院长只要稍微去打听他所属法官的风评，都可以了解。最有效的应该是法院内部的行政监督就可以来处理这件事情了。法院其实都知道，只是觉得好像不严重，不想处理这样。除了审查的前审判长，亲像前庭界法院院长李碧道等真侪的司法官，小连续耕耘MeToo的风波，民间司改会化工强化行政监督，落实评鉴制度，来防止这种的代志一直出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